人若坐回来骨头加减的含烧，不过症状大部分拢无啥明显，真侪民众拢未去警觉到。尤其是咱台湾大腿卡起来长骨这个所在，骨头闭起的比例伫亚洲是占上济，一年来死亡率有加20%。卫生就讲，除了坐伙人，停经了后的附近人嘛爱特别注意。骨质含烧症是一种渐渐的疾病，因为症状无明显，大部分人无警觉性，不少人拢是骨折了后才知影。不过，其实世界卫生组织认定，骨质含烧症是全球排伫冠状动脉心脏病后边的重要疾病，而且伫台湾，长骨折发生率是全亚洲第一，也是全世界第9。因为就国内外的统计资料来说，髋部骨折一年的死亡率大概从10%几到20%几不等，其实是非常的高，它可能甚至比一些不是那么严重的癌症的一年的死亡率还要高。高龄化社会骨质含烧加做老大人温馨杀手，尤其是骨质含烧症无亲像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这病食药就用有效控制，是爱以年做单位长期追踪骨密度，所以需要长骨的治疗，而且停经了的妇女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族群。我们妇女第一个，它最高的骨密度相对就是比较低啊。那第二个的话，它在停经的前5到10年，它有一个骨质的快速的流失，那因此就会造成它最后骨密度比较低。骨质含烧症是长期的问题，分手拢可能加速骨质流失。少年人虽然得到的几率相对是较低，不过若较无运动或者是照日头较无够，无摄取高本，未来依然有可能加做高风险的族群。记者综合报道。